大家好，我係 K 老師。我諗都有一段時間我冇拍過一啲嘅短視頻啊，或者同大家見面嘅，可能同大家去占卜啊，或者一啲嘅體驗嘅服務。因為最近我係發生咗少少事啦，係大病咗一場嘅。可能基於嗰個天氣轉變啦，令到我可能身體上就出現咗一啲嘅毛病啦，可能身體機能就弱咗，就產生一啲嘅呼吸系統就感染咗，令到我自己嗰個呼吸係有啲困難嘅，即係會令到我當時有咩感受咧，係會有一種面臨瀕死一個邊緣啊，一個體驗啊。因為當你唞唔到氣嘅時候，你自然會覺得我自己好辛苦啊，我係咪會就嚟死啊咁樣？亦都令到我有一個好深嘅一個體會，就係人生係充滿咗無常嘅。點解咧？即係當下可能我會覺得我會唔會突然之間兩腳一伸就咁就走咗咧？當我走咗嘅時候，咁我未做完嘅嘢，咁我會點樣咧？即係我會突然之間會體會到諗好多嘢出嚟，所以點解我會最近我慢慢恢復翻我自己嘅體力，我慢慢去恢復翻我自己嘅一啲嘅，即係慢慢好翻啦、康復啦嘅時候，我繼續去做我嘅工作咧。亦都我嗰段時間，其實我病嗰段時間，大家都會認識到我嘅朋友啊，都會知道我嘅 WeChat 啊、朋友圈啊，都仍然好活躍嘅。或者 Facebook 啊，都會繼續去有一啲嘅 post post 出嚟啊，不停做線上嘅嘢，冇辦法啦，我只能夠講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工作狂嚟嘅，我唔能夠話我停晒手，乜嘢都唔做咁樣，即係我係一個真係工作狂咯，我係唔做嘢係唔得嘅嗰種咯。所以咧，我就算我病緊嗰段時間，或者我發緊高燒嗰段時間，我都會朋友圈啊，之類嘅平台啊，我都會繼續去做一啲嘅分享啊，或者做一啲 post 出嚟啊，咁樣起碼人哋會知道，咦，阿 K 老師原來係繼續做緊呢一樣嘢嘅咁樣咯。咁點解我會今日好想會分享一下，嗯一個少少嘅分享啦。我想問下大家，知唔知咩叫道德綁架？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你身邊嘅朋友或者同事之間嘅關係，朋友之間嘅關係，或者一啲嘅情侶之間嘅關係，甚至夫妻之間嘅關係，有冇呢一樣嘢出現呢？道德綁架。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下，睇下大家會唔會知道咩係道德綁架先？嗱，好簡單，因為點解我會突然之間會諗，即係想講呢一樣嘢咧？最近係當我病之前會不停有一啲嘅所謂嘅朋友啦朋友唔算話係閨蜜，佢只能夠講話普通好普通嘅朋友啫。但係佢嗰種朋友咧，佢會覺得你而家係做緊占卜啊？因為好多人都可能知道我係做緊咩嘅，我係做緊占卜，我係占卜師，亦都係療癒師。但係有啲所謂嘅朋友佢會覺得，咦，你做緊占卜喎，不如你免費幫我做占卜啊！你免費幫我去做一啲嘅療癒啊！
大家身邊有冇咁樣嘅朋友咧？我諗有啲可能啲占卜師啊，可能做緊療愈師啊嘅人士可能會比較了解我講乜嘢，有冇啊？如果有嘅話咧，我會想同大家講一句，你哋會唔會幫佢哋做免費？同埋做免費嘅時候，你哋會有乜嘢嘅另類嘅感受？點解我會咁講咧？因為當朋友揾你做免費嘅占卜嘅時候，佢哋只會覺得你幫我做占卜啊，我想了解我嘅事情啊，我嘅同我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嗰個關係，或者我嘅先生、我嘅太太嗰個關係會係點啊？你幫我做一個免費占卜測試一下。但係點解我話即係我會同嗰位朋友咁講翻我自己啦，我都會同嗰位朋友講，我唔做免費占卜，一係你就即係隨緣落座啦。我好多時候幫人占卜，我都會講，你俾唔到咁多錢嘅話，可能會有一個定價俾佢哋嘅。當你俾唔到嘅話，咁你就俾個紅包我啦，隨緣落座啦，我都唔介意。但係點解我唔做免費占卜咧？我而家係唔會幫任何人做免費占卜。點解咧？平時我係唔會做嘅，但係如果有一啲嘅可能天赦日啊，或者一啲嘅指定嘅節日嘅時候，我會幫人做免費占卜，因為呢啲係誒幫助，即係一啲嘅業餘性質啦，當係一個幫下人啊，即係解決少少事情啊，咁樣我都會做嘅。但係如果刻意有朋友嚟問到我話要同佢哋做免費占卜，我係一律都唔做嘅，唔做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做免費占卜，你幫人解牌嘅時候，會你需要嘅係能量去睇牌。即係我唔知其他占卜師佢睇牌嘅方式啦，而我自己睇牌嘅方式咧，我係用我嘅自己嘅能量啦。我哋宗教啊或者道家都會講我哋嘅精氣神啦。我哋精氣神係好重要嘅，一定要好好咁保護我哋嘅精氣神，係咪？都係西方所講嘅能量啦。我哋能量嘅氣場係好重要。如果幫佢哋免費占卜嘅時候，我哋個能量其實係會流失嘅，因為我哋需要同對方做一個連結，連結咗嘅時候，我哋睇牌咧係會準好多。所以點解有啲人話想免費占卜，我都唔係好願意去同佢哋做免費占卜咧。有啲朋友會話啊，不如你同我做免費占卜啦，我哋係朋友喎，點解你唔俾免費我啊？點解要收我錢啊？咁呢一句說話，我會覺得係道德綁架咯。點解咧？因為朋友同朋友之間係的確係要互相幫助，但係佢哋如果係踩住你個底線去令到自己想擁有某一啲嘢，想得到某一啲嘢，而去即係唔理你嘅能量流唔流失，你俾我免費啦，我唔想使錢喎，但係我想要個結果喎，咁你哋會唔會俾佢哋咧？係咪啊？即係好正常，你幫人與人之間係需要幫助嘅，係要即係唔好話傷害到別人，用別人嘅即係一啲嘅能量場而令到自己得到某一啲嘅嘢，其實係我會覺得係唔建議咯。好似有啲家長咁樣同小朋友講嘢。
就會話我係你爸爸，我係你媽媽，你就一定要聽我講嘢，你就要聽我話，呢啲咪叫道德綁架咯，真係好簡單。點解要咁樣啊？點解爸爸媽媽一定要？點解做仔女嘅一定要聽爸爸媽媽講嘢咧？佢哋都有佢哋嘅選擇權，有佢哋嘅權利，因為佢哋係獨立嘅個體嚟噶嘛，佢哋有佢哋嘅個性噶嘛，點解要控制佢哋去做嘢咧？啱唔啱啊？亦都係等於我頭先所講嘅朋友同朋友嘅關係，同事同同事嘅關係，有啲同事可能大家身邊都會有某一類嘅人，就係，喂，我同你係同事關係喎，我幫咗你咁多，你應該係咪應該幫翻我咧？有啲人會係咁樣嘅想法，大家會唔會認同咧？會唔會認同我講嘅嘢咧？所以今日我覺得好好笑就係呢一個話題，突然之間我會有一個好想分享一個道德綁架呢樣嘢，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咁嘅經歷，當然好多人都會有咁嘅經歷，但係如果真係俾你親身經歷咗嘅話，你又會有啲乜嘢感受咧？所以我今日個喉嚨都有啲確確地，都未太康復得晒。所以點解我會講話其實好多時候都應該要珍惜當下咯，珍惜而家所擁有嘅嘢咯。正如我之前病，我係病得好辛苦，我第一次感受好辛苦。我以前即係小朋友嘅年代啦，嗰個時候我係都有定時定候，我一到某個月份我就會大病噶啦。我係定咗嗰段時間，我一定會大病，一入冬天我就會大病。但係而家呢段時間係夏天嘅時間，但係我係第一次係突然之間做下嘢，我係暈，呼吸系統唞唔到氣，係完全係病到我真係個人都唔知係咩感受啊！係真係好辛苦，我做唔到嘢，我係停晒咗。不過我想講嘅，亦都係我想借住呢個時候，我都想讚一讚我嘅員工啦，我嘅協會嘅員工啦，我公司嘅員工啦，都感謝佢，即係我嘅助手啦，喺我病嘅時候都一直幫到我，協助我嘅公司啊嘅運作啊，導心員嘅運作啊，我嘅協會嘅運作啊，起碼我自己唔需要咁頻繁去處理一啲嘅事務啊、業務啊咁樣。亦都好感恩咯。有啲人都即係有啲朋友都會不停去 reach out 我，問我點啊？點解最近唔見你喺即係出嚟翻去工作室啊咁樣？其實我一段時間真係冇翻嚟工作室，我應該都有大半個月時間，因為嗰陣時真係病到我真係病到我七彩，可以咁講。所以今次點解我突然之間會想做一個咁樣嘅片段，拍一個視頻出嚟咧？都係無預警啦，我都冇諗過今日會想拍片嘅。不過突然之間翻到嚟又做下想擺下一啲嘅禮品啦，翻嚟，所以就不如順便拍一個短視頻啦，咁樣。希望大家亦都多啲關注我嘅協會啦，我嘅公司嘅運作啦，亦都我之後會不停會做一個公益慈善嘅活動啦，
最近都開始做一個招募義工嘅一個活動啦，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眼前嘅擁有嘅嘢，去幫助，即係趁自己有手有腳有力氣嘅時候，做多啲公益嘅慈善嘅活動，去回饋翻個社會啦。呢一個係我最想要嘅見到嘅一樣嘢咯。希望大家都同時都多啲關注我協會，之後會更多嘅不同嘅項目啊，或者療癒項目啊，或者一啲嘅會籍啊。而家有最新嘅會籍就係永久會員啦。如果大家都想成為我本會嘅會員嘅話，就可以 WeChat 我、私信我留言，或者有啲乜嘢想了解啊，一啲嘅工作坊一啲嘅班想報嘅，或者塔羅班啊，或者一啲嘅頌缽啊，我哋都會有開放俾大家去學習啊，或者了解啊咁樣嘅。希望大家多啲去關注我，OK？今日呢個片段就到呢度為止，希望大家係咯，都多謝大家去關心我啦。咁係啦，到呢度我哋就 say goodbye 啦。咁到時有啲乜嘢新嘅項目出嚟嘅時候，我會再同大家去做一個分享。好，呢度，拜拜啦。